女人得不到丈夫的真心疼爱，其实是很可怜的。就算他人在身边，心却不在，也只好装成受用的样子哄哄自己。可是心里面苦不苦，只有自己清楚。陛下的心思，谁又能猜得透呢？与其把时间花在这些上面，还不如独善其身，让自己的修养与地位相称呢。这样，定能得到陛下的欣赏。别以为你能永远独占陛下，即使你死上100次，陛下最后还是会选择我。咱们就走着瞧。这是出什么事了？谁招惹你生气了？姓班的女人都踩到我们头顶上去了，你没看到她那副得意洋洋的嘴脸，真是让人恶心。口口声声夸耀自己的修养，哼，其实还不是打落牙齿或血吞。我看皇宫里的女人个个都虚伪透顶。如今她的地位已经不比从前，妹妹还是不要和她正面冲突为好。得罪了她，也就得罪了陛下。万一她在陛下面前说你的坏话，到时候吃亏的可是你呀。我只不信陛下的心真的被他夺去了。刚才我察言观色，觉得他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风光，说不定陛下只是跟他做做样子，心里面还想着我。你也别太自信了，陛下的爱是这个世上最不可靠的感情，说变就变。就算从前他把你当成手心里的宝，可是一旦见不到你，很快也就把你忘了。够了，我的心已经够乱了，姐就不用再添油加醋了。我是想提醒你，不要轻敌。你可别忘了，班婕妤的身后站的可是皇太后，跟他们对立，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。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我是咽不下这口气，眼睁睁地看着昔日比自己地位低的女人在我面前趾高气昂，我的心就像爬满了蚂蚁。迟早有一天，我会让她尝尝比我痛苦10倍的滋味。定陶那个老太婆到现在还没有消息，看来她也打算舍弃我们。我早就说过，不该再指望她了。再继续守株待兔的话，只会彻底被陛下抛弃。万一那个女人生下了孩子，我们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了。一定要赶在这之前把陛下夺回来。是谁敢拦朕的路？抬起头来！皇后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难道你不知私自进谏是违反宫规的吗？快回你的寝宫去吧，朕就当没有看见你，不会问罪。陛下，请给臣妾1个夜晚，就1个夜晚可以吗？事到如今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脸面和朕说这种话？陛下，陛下，臣妾自知罪孽深重，今生今世都没有颜面再见陛下。只是今天对臣妾来说是个特别的日子，所以才斗胆阻拦陛下，希望能与你共度最后一晚。特别？今天是什么日子？难道陛下忘了吗？臣妾与你就是在这个日子相识的。那个时候，我还是阳娥公主家的歌女。
陛下到公主府上，我就站在公主背后。陛下目不转睛地看着我。公主叫我伺候你更衣，我们就此定亲。陛下咬的牙痕至今还在我的脖子上，如今回想起来，就好像是一场梦。那些受到陛下疼爱的日子，是臣妾一生的幸福。赵皇后怀孕了，是真的吗？怀孕了？这是太后御赐的同心七宝钗和云母七宝扇。谢太后。希望你能一举诞下皇子，让大汉后继有人。不过，即使生下女孩也没关系，只要是皇上的亲生骨肉就好。太后是在宽慰殿下呢，让你不必有后顾之忧。这是班婕妤向你进献的和田玉枕和沉水香。沉水香对孕妇有安胎的功效，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。多谢。且慢，这份礼物最好先做过法事之后再收下。法事？你这是何意？因为怕有不洁之物玷污。班婕妤在此之前一直得到陛下的专宠，是陛下移情别恋，皇后才得以先怀上孩子。谁知道班婕妤会不会为此怀恨在心，对皇后不利呢？你为什么要这样怀疑我？有什么证据吗？如果找到证据，皇后只怕已遭不测。赵昭仪，注意你的言行，不要信口雌黄诬陷别人。皇太后，臣妾只是在讲述自己的怀疑。班婕妤，你敢对天发誓，对皇后和我从来没有半点怨妒吗？赵昭仪，吵死了！在这种喜庆的日子里，为什么要争论不休？如果有谁敢对皇后不利，朕第一个不放过他。什么都别说了，否则宴会就结束。总算是出了一口长期以来积压在我心头的闷气。在皇宫里，女人一旦有了孩子，也就有了力量。我今天算是领教了。那些不把我这个皇后放在眼里的人，也该彻底醒悟了。是啊，不光他们大吃一惊，就连我都被蒙在鼓里。姐姐这招瞒天过海，用的可真是妙啊！妹妹这话从何说起？你知道我平生最大的错误是什么吗？我平生犯的最大的错误，就是没有早看透你，让你钻了空子去接近陛下。你现在很得意吧？可是你这种得意又能维持多久呢？你骗得了所有的人，可是你骗不了我。
太医明明已经诊断过你我都不能怀孕。太医也可能误诊啊，难道妹妹不愿意看到我怀孕吗？这是两回事。如果姐姐真的怀孕，我自然替你高兴。可是你要是睁着眼跟我说瞎话来骗我，我就不能不查个水落石出。你凭什么怀疑我？若是你不相信的话，可以找太医来作证啊。姐姐既然敢撒这个谎，自然已经防范得滴水不漏。更何况买通太医又非难事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到底你要怎样才肯相信我？你到底是不是我妹妹？你为什么一定要跟我作对呢？今天要不是我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引开，你以为你能平安过关吗？到时候皇太后一定会仔细查问你怀孕的事，只要你稍有不慎就会露出马脚。你不但不知感激我，还对我刻意隐瞒，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？是不是把我也当成了敌人？妹妹，你误会了。我瞒着你接近陛下，确实是我的不对，可怀孕确有其事。或许是上天的怜悯，才会把奇迹降临在我的身上。妹妹，你应该为我祈福，而不是疑神疑鬼。如果你现在承认对我说了谎，我还可以原谅你。可是如果你一意孤行的隐瞒下去，迟早你会后悔的。该说的我已经说了，信不信由你。今日之事让我觉得蹊跷，赵合德为什么把矛头指向你？你是说，他并不是存心针对我，而是别有用心？事情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。这个女人的心思真是深得可怕。她当时突然发难，令我措手不及，不知道怎么为自己辩解了。阿天，你不需要为自己没做过的事情辩解呀。可是，也不能说对他们一点嫉妒之心都没有。只要有心，就会产生嫉妒吧。这是人之常情，你不必太责怪自己了。你硬要掩藏自己的妒忌心，反而会变得不可控制。是，臣妾不会再作茧自缚。说句心里话，赵飞燕怀孕的事，我觉得实在是出乎我意料之外。我真担心她怀的是否是傲儿的骨肉。这件事太后怕是多虑了，皇上心里应该很清楚。如果他没有跟皇后在一起，自然不会承认这个孩子。皇后是以前做过荒唐事，但也不至于大胆到捏造皇室血脉的地步啊。阿天，委屈你了。我是多么希望你能为傲儿诞下一皇子，可是我没想到，如今会变成这个样子。比起让陛下后继有人来说，我个人的幸福微不足道。你说什么？皇上说下次再来看望你。为什么？陛下不是要我焚香等候她驾临吗？皇上今夜去了昭阳殿。昭阳殿。陛下，你为什么这么狠心，一直都不来看我？我做错什么了？你要这样对我？是你吗，陛下？真的是你？何德，朕早就该来看你，可是
为了顾及母后而不敢来，都是朕不好。如果这是梦的话，就不要让我醒来。你这样出现在我面前，把我抱在怀里的情景，我不知道想象过多少次。我真怕我一闭上眼睛，你又再次消失，永远也不会出现了。那你就把眼睛闭上，看看会怎么样？不，我不要。听话。你别走。还生朕的气吗？如果能永远停留在这一刻多好啊！没有任何人的打扰和阻拦，好像这世上就剩下我们两个人。朕也希望能那样。你知道吗？白天的宴会上，我花了多大力气才忍住把你抱在怀里的冲动。可是你为什么要怀疑班婕妤对你姐姐不利呢？阿田不是那样的女人。她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柔弱。在陛下恩宠她的那段日子，她故意到我面前夸耀示威，我是气不过才回敬她的。真有此事？臣妾什么时候对陛下说过假话？陛下，依我看，班婕妤她也未必是诚心的，说不定是受到什么人的指使才故意和我为难。可是我是不会忍气吞声的让人欺负，所以才会有那么激烈的反应。陛下如果要责怪的话，我愿意接受惩罚，可是只求陛下不要再离开我好吗？既然朕已经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当然不会责怪你了。这阵子你瘦了好多，不过看起来更美了，让人好心疼。赫德，你真是个少见而又珍贵的女人。朕能得到你，是朕生平最大的幸事。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你想吓死我吗？姐姐，这是什么？何必明知故问呢？不就是个棋盘吗？我知道是棋盘，可你为什么要把它藏在衣服里呢？是不是想着过几个月就可以用它来冒充婴儿啊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知道我什么意思？
因为你撒了谎，你肚子里根本就没有孩子。住口！我已经忍你很久了，以后不许你再过问孩子的事。我不仅是你的姐姐，还是皇后，你没有资格管我的事。我明白了，皇后殿下。现在你是想用你的权力来封我的口是吗？如果我不愿意又如何？你敢杀了我吗？你不要逼我！你真的想杀我？何德，我不想做一个可怜的笑柄，坐在皇后的位子上，整天被人耻笑，所以我才铤而走险。我不该骗你，更不该逼你。我没有资格做你的姐姐，更没有颜面去祈求你的原谅。我去自首。我现在就向陛下和皇太后坦白一切。我去自首！站住！如果你去自首，你就什么都没了。不光是你，连我也一样，人人都会以为我是和你串通好的。可是我现在有什么办法？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只是想夺回我拥有的一切，我并没有想过要伤害谁。我不是有心的，你明白吗？我会帮你隐瞒这件事的，不过不是为了你。从今以后，收起你那副高高在上的姿态，好自为之吧。啊，好久不见啊！许夫人怎么样了？春雨大人，要不是我今天在这堵着你，你是不是一直准备避而不见呀？怎么会呢？我可一直都想去看望你和皇嫂，无奈最近公务太繁忙，实在抽不开身呢。可我心里时刻都挂念着你们呢。许夫人真是越发的动人了，谁能舍得把你给忘了呢？我钱也给了，人也给了，为什么托付你办的事儿到如今还没有半点眉目？皇上可以去临幸那个不要脸的赵飞燕，难道就不能原谅我妹妹？还是你根本就没有下功夫，一直在诓我们？你可真是冤枉死我了！我是那种人吗？你还不了解我吗？只要你再给我些时间，我定能让陛下回心转意。告诉你件事，你呀，可害苦我了，我连梦里都想和你在一起。许夫人，咱们还能只要你把事情办妥了，自然我什么都给你。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等等，你别脚底抹油急着溜啊，我还得让你去见我妹妹呢。怎么，皇嫂也想我了？美的你，我妹妹可是个痴情种子，这辈子心里头只惦记着皇上一个人。哎，这可怜的丫头，自从听说赵飞燕怀孕的消息，就不知道中了什么邪，整天都神神叨叨的。我要你去帮我哄哄她，就说皇上已经答应了，即日就会接她回去，哄一天是一天吧。这有什么难的？姐姐的吩咐，我就算赴汤蹈火都在所不辞，更何况就是说几句讨皇嫂欢心的话呢？你别光耍嘴皮子，像吃了蜜似的。我再给你10天的时间，要是到时候还是一无所获，哼，你就自己想想后果吧。
你来干什么？谁让你进来的？皇嫂别害怕，我是来陪你说说话、解解闷儿的。是不是陛下让你来的？是不是我可以回宫了？我可以当做皇后了吗？皇嫂别急，今天正是陛下派我来看你的。这么说，陛下心里还有我。自从你搬进招台殿之后，陛下一直都在气头上，不许任何人提起你。多亏我千方百计地从中斡旋，调动了许多人对陛下动之以情，陛下这才渐渐消了气。前些天，我趁陛下心情不错，立马把你上次给我的那件贴身信物呈了上去。陛下一见就直叹气，说：“阿娥如今过得好吗？她那么柔弱的身子，在招台殿肯定吃了不少的苦。朕想她了，你替朕去看看她吧。所以我就来了。”既然陛下心里还有我，为什么当初狠心的把我扔在这儿？男人都好面子嘛，更何况他又是皇上。你想想，在当时那种情况下，他就算心里想为你开脱，可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也不能那么做。不过陛下已经说了，等过些日子风波平息以后，大家都把这事儿忘得差不多了，他再找个理由把你接回去。春玉大人，要不是有你的帮助，我还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和陛下破镜重圆。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。其实要谢我也不难，只要你满足我的要求。你要金子还是宝石？不，我要的是比金子和宝石更珍贵的东西。更珍贵的东西？那是什么？就是你！放开我！放开！皇嫂！放开我！皇嫂，你知道我等这一刻等了多久了？你就顺了我吧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大胆逆贼！竟敢淫辱皇后！你以为我是赵飞燕那样的淫妇吗？姐姐！别喊了！我劝你还是放聪明一点，要是外面的人冲了进来，看到你和我这个样子，你说他们会怎么想？这件事要是传到陛下的耳朵里，我猜你这辈子都别想再见到陛下了。我告诉你，只要你乖乖的顺从我保证让你回到他的身边。放开我！皇嫂，放开！皇嫂，这件事儿只有你知我知，绝不会被别人知道。救命！放开我！放他过来！陛下！陛下！你是谁啊？我是阿娥，陛下！怎么会是你？你不在招台殿闭门悔过，跑到这儿来做什么？陛下，自从和你分别以后，我每时每刻都在想念你。吃饭的时候，在汤碗里看见的是你；洗脸的时候，在脸盆里看见的是你；梳妆的时候，在镜子里看见的也是你。陛下，
天就连睡觉，在梦里都是和你相见。陛下，听说你也想我，是吗？不知你是从哪里听到的这种谣言？你已经不是朕的妻子，朕何必要想你？不，陛下，我虽然已经不是皇后，可我一辈子都是你的妻子。当你恶毒诅咒朕的时候，心里有没有想过你是朕的妻子？不要再欺骗朕了。不，陛下，我从来就没有诅咒过你，从来就没有。陛下，我听说你已经原谅我了，是吗？从今以后，你要是再敢出现在朕的面前，就不要再心存活命的侥幸。来人，在。把他带走。是。陛下，陛下，我是冤枉的。妹妹，你这一大早到哪儿去了？也不跟我说一声，我的眼皮一个劲儿的跳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啊？阿娥，你说话呀！你别吓我，你倒是说话呀！这是干什么？这是您寄给皇上的信呀！平时宝贝的要命都不让人碰，眼下怎么忍心毁掉呢？留着还有什么用？陛下再也不会看了。别说这些信，就连我的人，他都不会再看了。姐姐，你知道吗？陛下跟我说，要是他再看见我，就不让我活命，不让我活命。你们这些骗子！骗子！皇太后驾到！臣妾参见太后。免礼。都退下吧。皇后，近来身体如何？虽说怀孕初期不会有太多不便，但是要多加谨慎才是。臣妾知道，多谢太后关爱，臣妾一定会小心保护自己和孩子的。既然怀的是皇子，姑特地带太医前来给你把脉，不必多虑。谢太后。皇太后殿下。孩子怎么样？回禀太后，殿下的脉象宁和有力，母子平安，只需适当的进补调养即可。好，那姑就放心了。你先退下吧。微臣告退。皇后，
怀孕原本是大功一件，能够替陛下生育子嗣，更是多少女人梦寐以求的事情。可如果你腹中的胎儿不是皇帝的骨肉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太后此话何意？臣妾不明白。在你妹妹进宫之前，你一直是专宠的妃子。不过后来皇帝移情别宠，你不甘寂寞，与燕赤凤暗通款曲，更有甚者，你居然和他做出了苟且之事。臣妾已经为此忏悔了无数次，我有负于陛下。可如今既然已经怀上了龙种，臣妾希望和陛下能够再续夫妻之缘，求太后恩准。你能发誓，腹中的孩子真的是皇帝的骨肉吗？如果你违背了誓言，甘受一切惩罚。臣妾抬起头来，回答我。太后殿下，禀太后，许娘娘跳河自尽了。恭送太后。皇后殿下，有劳你了，我会托人把酬劳送到你府上的。对了，这件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，绝对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退下吧。皇太后殿下，送回招台殿。是。听说陛下今天晚上要到我那儿去，是吗？前阵子多谢你替我照顾陛下，如今我们已经和好如初了，你可以功成身退了。你也曾经被陛下冷落过，一定要在别人的伤口上撒盐吗？那是你咎由自取。谁让你非跟我抢夺陛下的心呢？心只有一颗，所以你注定是个失败者。我早就警告过你，是你自不量力。你，班夫人她有喜了，别高兴得太早了，还不一定是喜是忧呢。我希望你能生个男孩子，让他继承社稷。我会的，我一定会为陛下生个男孩。我希望你可以搬到长乐宫来和我一块儿住。在这个孩子降生之前，我不希望出任何差池。一切听从太后的安排。好。陛下，太后请你立刻到增城殿去，班婕妤有喜了。陛下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妹妹这里好热闹啊！刚刚是在开宴会吗？看来我来晚了，错过了最热闹的场面。你还好意思来看我的笑？我这里不欢迎你。我是来跟你讲和的，过去的恩恩怨怨，我们就一笔勾销吧。想必你也是听说了班婕妤怀孕的消息，慌了手脚，才想到来找我吧？何德，我知道我错了，
如今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，如果你不帮我的话，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。从你把我骗得团团转的那一天开始，你就应该想到这个结果。你自作聪明的以为能骗所有的人，到了真相大白的那天，你又能怎么办呢？姐姐，不瞒你说，我最想看到的就是这一天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是不肯原谅我，难道你非要看到我死才满意吗？没想到你现在这么狠心。罢了，我早知道就不该来找你。与其等到谎言被揭穿的时候受尽羞辱而死，还不如早早自行了断了呢。等等，天底下除了我能帮你之外，还能找到第二个人吗？